好，欢迎再次来到一年一度好吃好玩又好看的国际童玩节。我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，今年已经是我们第14届的童玩节了。想知道有哪些摊位还有国家今年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吗？快跟我一起去瞧瞧 ，Let's go！ 很高兴遇见 Hannah 傅师母，来到我们的中信福音中心，请 Hannah 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？好，我们福音中心就在 Cupertino Village 那一个 Plaza， 在那里已经有10几年了。我们主要是开设好多的课程，我们这是每一季都有一个课程表，大约有50多门课程，有英文，有公民，有讲座，都是为社区服务，并且里边要传扬福音。我们也有很棒的这种职场的讲座，已经讲了1年多，包括职场沟通，还有怎么找工作，怎么做工作，怎么 interview，怎么 negotiate 你的工资呀，一些福利呀，这样的讲座非常非常的棒。扫2维码就可以报名参加。对，我们也传福音，我们也有很多的书籍，中国信徒布道会很多书籍送给大家，也有很多礼物。就是希望把我们的福音、我们的基督信仰传给我们的社区。好，谢谢，非常感谢 Hannah， 谢谢，谢谢你们。今天跟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摊位，以及看了这么多的国家表演，是不是你也心动了呢？迫不及待的想来参加我们的活动，所以明年等你哦，继续来参与我们的童玩节，拜拜。